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。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明之卷，是法找到的，可见求道的重点。正有法掩藏涅盘妙心，实相无相，为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。二佛在灵山远，灵山是乳头，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下修。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，拈花示众，是时众皆默然，唯迦摄尊者言为道，是曰无有正法掩藏涅妙心，实相无相，为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。复主摩诃迦摄，世尊至多子前，摩诃摄分作一僧离为之，遂告曰：吾以正法掩藏，逆复于汝当护持。五